究竟我哋今一年喺音樂劇裏邊做咗啲咩事呢？希望大家細心觀賞呢一條片，因為呢個係填補咗我哋嘅人生嘅空缺。我做呢個劇本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哋係一個學校啊嘛，希望即係啲同學同埋老師都會有比較大嘅共鳴，同埋令呢個劇輕鬆啲，可以輕鬆下大家嘅心情咯。做呢個劇本有咩困難？有嘅，個結尾咯，整景都整唔好，而且唔知要點樣整落去，係有一段瓶頸咯，係令我有啲想放棄。冇事嘅。就係你點諗到呢個劇本？因為我哋都係生存喺一個校園生活中啦，然後我覺得咁樣會令大家有更加多嘅共同感咯，然後會更加吸引。咁當中有啲咩困難？劇本啊，遇到瓶頸咯，係到最後嘅時候，即係個結局，整極都整唔到一個啱心水啦。咁排戲咧？冇人聽我講。全部人咁，仲有燈光組啊、道具組之類嘅。嗰啲嘢我靠輔導員。你點解做呢個導演？因為我唔想喺呢個中學留下遺憾咯。係做嘅導演。我哋呢個劇本咧就係講緊一位男主角啦，就係佢從佢中學時代遇到一個不放棄佢嘅老師，就去幫助佢走上成功嘅道路咯。做一個男主角咧，其實同配角係冇乜分別嘅，因為只係台上嘅角色咧，每一個都咁重要。我哋只要做好自己嘅本事，將自己代入去呢個角色入邊，演出自己就得啦。大家一齊加油，五點班加油！因為呢個角色同我性格都好不合啦，呢個角色好斯文，而我個人就比較活潑嘅。但係我讀書咁多年咧，都見過好多即係好似角色咁嘅老師，都係咁啱啱人哋唔識嘢啦，同埋比較想盡自己嘅力幫學生，同埋有嗰種衝勁嘅老師，其實我都遇過唔少嘅，所以我就照住我相處過嘅老師，而去參考佢哋去演呢個角色咯。當初以為文軒講一個好輕鬆嘅，俾呃咗佢之後咧，好難啊！呢個句同你講咩咧？以真實人啊！我是被文軒騙過來的，他當時跟我說，對望族很輕鬆，就學到，哎，這麼難啊！我都係咩嚟嘅？我覺得我哋配合非常好，特別係張家嘅之後，我哋配合變得更加好。我多啦係嘛？真好夾嘅，雖然我唔知你之前做咩，但係我對音樂都有啲有自己認識，所以咧我會跟住你嘅進步。雖然你份歌好難，但我會堅持落去。專家號你講緊啲乜嘢啊？怎麼富有？用我尚有換我沒有，其實已用盡所擁有。曾付出幾多心跳，來換取一堆堆的發票，人值得命中減少幾秒，多買一隻錶，秒速捉得緊了，而皮膚竟幕後校棒棒哦！咁喺美術組方面啦，我嘅感受就係凡事都唔要逼得太緊。如果逼得太緊嘅話，你反而會做得唔好咯。即係一開頭我就係可能逼佢哋太緊啦，咩都要提早啊咁樣，其實會令到大家嘅相處中會有啲
摩擦啦。咁其實做嘢順其自然，慢慢嚟，可能效果會唔同啲嘅。咁心態好緊要咯，因為畫畫係好需要耐心嘅。咁見到特別係畫幕啦，3張幕都好攰咯，畫唔好又要從頭畫過咁樣，要嘥好多精力落去咯，咁要需要耐心咯，所以見到大家咁俾心機去做畫幕，連演員都幫手，所以都幾欣慰下嘅。忍住唔好喊啊！喺度都流馬尿啊！你咁樣有冇咁樣？快啲啦！唔得啊！好搞笑啊！佢係好似打型，打型啊！係咪好興奮先？咁多位辛苦晒啊！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如果不是我，不配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还是在的我，叫我重来过。藏有那些不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。不过那次我不熟情绪跳过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走过，可能无果我，可惜没有过，只剩下这个我，可惜没有过。媽都黐咗線啊！綜合以上所講嘅嘢，其實我覺得拍完呢次音樂劇對我嘅感觸有好大嘅。雖然每一個人由唔熟變得都係有少少熟悉，但係我想講嘅係，人生只有一次，遇見嘅人、遇見嘅事，都會成為人生嘅里程碑。當你唔望過去，你先發現呢個係你最美好嘅回憶。最親愛的人啊，不
把我唱给你听，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、幸福的、晴朗的时